的回应诗：将天敞开。接下来我们来唱今天的祝福诗《耶稣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
下的时间交给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这时，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艰难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开启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艰难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赞美你，直到永远。天将敞开，神的道将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主，你在哪里，灵就在那里，那里就得自由。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何以积极，热切期盼遇见你。天
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深情，期待伟大神做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弟兄姐妹，请坐。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着我。感谢主，赏赐每一日的平安，与我们同在。雅基的云相相信，对牛更更就贴皮，大树的风雨里，听着唱神的吟诗，上帝赏赐的平安年，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用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厝安，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也一日天天相相信。月亮刚刚照天边，大树的风雨里，听着唱神的吟诗，上帝赏赐的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用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厝安，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厝安，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让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渴慕呼求你的同在，愿你的圣灵降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一切荣耀归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大，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乎你，因为你让我们得自由。祈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牧师的传讲和会众的聆听都得利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翻开圣经加拉太书5章1到6节，在周报的翻开的第2页的下面有加拉太书5章1到6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我已经得自由。 我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大家在礼拜堂一起来敬拜主，或者能够更大的实体聚会，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最后阶段，大家能够保守自己的身体，能够得到平安。教会陆陆续续到现在还有陆陆续续确诊，那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健康，让我们心灵得到满足，那也从神的平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人。什么叫做自由的人？就是你不受到任何的限制你的行动、你的行为，或者是你的言论。我们知道在过去我们台湾是一个戒严的一个地区，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才解除那个戒严。那在戒严之前，其实人的言论行为是受到控制的。甚至呢，我们的教会也曾经是被国安单位给盯上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有些人的思想，他觉得你不符合国家的标准，那就是要被受这样的限制。可是，在解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所住的地方并没有任何很大的改变。那解严前跟解严后是有很大的生活上面是有很大的差别。在解严之后有更大的开放，特别是在媒体，以前媒体是受控管的，因为人是要被控制他的思想。那言论更是受到限制的，不像现在政论节目，你一打开你就可以畅谈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言论你可以说现在防疫做得不好，怎么样？那以前可以说嘛？以前是政府是不可以随便批评的以前政府是不可以随便，但现在跟透过民间这样的自发的力量，其实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能够在各方面更开放所以戒严是人民的生活程度会受到了局限，就好像防疫3级，如果我们政府再发布一个警戒令，你愿意过这种生活吗？当然不愿意。因为疫苗它要普及化，第1剂、第2剂有达到第4剂，这样子的一个普及率，政府就不再限制我们在疫情当下我们的限制，可以饮食，餐厅可以在里面的用餐。那去年就是真的不可以，所以光一个3级警戒，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被辖制住，被限制住。保罗写给加拉太书加拉太地区的教会加拉太书就是在讲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面，有时候在我们教会，我们也会面对这样子的一种不是很正确的教导，会混淆我们，会扰乱了我们的生活，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受到一些极限所以在戒严时代，言论集会是某些程度是不被允许的我记得有一个教会在戒严时代就是会有在外面聚会那因为可能牧师有点紧张牧师去报警报警来关心你们在做什么样的聚会，那警察都是去关心叫他们解散，因为以前的集会是不能够随便集会的那现在你看社团就这么的丰富，那民间组织各方面只要是你符合规范，那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组织，言论是很自由、很开放的。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自由。那活在这个时代，你有信仰自由，你有言论自由，你有购物的自由你有学习的自由你的人生就是一个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戒严那就是大概缅甸现在的人，就是我们当时候的生活的状况，都大概民国50、60年。
因为政府是要控管你的言论行的那个，所以你的自由的程度高不高，也是你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互相的流通。为什么我们台湾去很多国家，你就是免签证？因为这个国家会认同我们，是不会乱来的。所以你只要买个机票，你就可以免签证，就可以入境他们的国家。那相对的，他们的国家来我们的国家也是要受自由，就3个月内免签证。那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程度。那你的国家越限制，人家怕你的人民来我的国家就不回去了，那当然就要限制这个入境就有很大的限制。那现在机场更有那种已经不用人工在那边验证了，你只要事先申请，按一下指纹，不到几分钟你就通关了，就不用在那边排队。我记得2019年短宣队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在网络上先报好，先申请好，到了机场，指纹一按下去你就通关了，好便利。那在保罗在初代的教会写信给加拉太的这个地区加拉太是一个行省是一个省，大概黄色那个箭头那个部分就是整个加拉太地区，它不是一间教会。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之后就是加拉太书，那哥林多前书、后书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这一间教会的书信，那加拉太是写给那一地区的教会。加拉太是一个行省，但当然它不是只有一间教会。在主后保罗主后49年，保罗到那边第2次的旅行，跟这些地区的基督徒一起建立起来，组织起来的这些教会。那当时候这边的教会面对的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信徒，跟他们讲了一个你要借着割礼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得救，你必须借着割礼，你才能够得救。那保罗就说这很奇怪，割礼是当时候犹太人出生第8天，这男婴所举行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这是犹太教，到现在他们或许还这样的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跟神的一个约定。那意思是这个男婴他纳入了上帝赐福的这个约定之中。那最早的割礼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跟上帝跟他立约之后，就说你要守这个割礼，那就成为我所盟约的子民。那我要祝福你的后裔，你必须你的后代要承受迦南地，我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代。那这个是一个约定。那这样子传承下来，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传统，久而久之就在这个他们族群、他们社会里面变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割礼。那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建立了新约，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约的时代，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约，叫做新的约。那在加拉太地区，因为有犹太的这些信徒这样的教导，保罗认为这个跟基督的福音会有一点点的矛盾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不是靠着律法来成圣，我们不是一个靠着这个割礼才能够得救，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就决定写信给加拉太这个地区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教导，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到自由，所以要站立的我们不要被这个奴仆的恶给辖制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奴仆他是需要控制的，有时候他要带着脚环、带着脚链，那这些脚环、脚链就重新把你框住，你愿意吗？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是解严了，你要再回到戒严时代吗？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是越年轻的人，你没有办法想象当时候的社会的氛围，活在当下跟走出
解严的人，你一定是非常的被深刻的体会，那时候是没有言论、没有集会以及什么的自由，其实是比较受限制的。就好像说，我们要再恢复3级的警戒嘛，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然后现在慢慢，甚至慢慢这个口罩可以解除，据说韩国已经在室外，他们已经不用戴口罩了，但是很多人还是戴口罩，是因为要怕自己被感染。但是你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我们没有戴口罩呢，这就被说你一定要戴口罩，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限制，是一个限制力。割礼就好像又要限制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自由人，都要把你限制，律法变成要把你框住。那保罗就是在写信给这些律法之外的人，特别这些外邦人，这些律法之外的人。犹太人是被律法给约束的人，但是这些外邦人，他们律法不能用律法来限制他们，所以律法不是用来勒索、恐吓、威胁，你必须要借着割礼才能够得到救恩。保罗是要诠释，要诠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5章1到6节，它有2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它有教义。还有它的伦理在里面，教义可以说是一个伦理的根基跟基础。我们基督教有我们的教义，我们教导的这个教义很重要。那教义就形成我们伦理的根基、伦理的基础。我们有基督教伦理这一门的学问，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些伦理，跟我们以前我们所学的这个儒家所教导的给我们的这个5伦。是不是能够彼此的能够在我们社会形成一个规范，或者形成一个伦理的一个道德？这个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给我们的一个给我们的一种教导。那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什么，我们相信什么？如果我们相信律法才能够得救，那我们要回到摩西的律法的约束底下。那律法其实很多所规定的，特别在利未记或者是申命记，跟我们讲什么？光这个4脚的动物偶体跟单体就有差别了。单体的我们不能吃，我们只能吃偶体的，那怎么办？这个猪肉我们不能吃。那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吃猪肉？有，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当然。为什么？因为彼得在屋顶，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肚子饿了，没东西吃，那就一包东西丢下来。彼得，这些东西你可以宰来吃。彼得翻译他说：“哎呦，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啊！”那连续3次，上帝就把他收回去了。上帝是跟他教导说：“彼得，你要跟外邦人接触，外邦人在犹太人看来是不洁净的。”但是你们要跟他们传福音，你必须跟他们接触。那保罗又更勇敢，保罗有一次指着彼得说：“因为彼得怎么看到犹太人来了，就突然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吃到他看到犹太人来了，他就装作没事。那不行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初代教会他就面对了很多这种不太正确的教导。那加拉太书就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要确立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确信什么，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确信什么。那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圣经像是鱼类没有鳞片的不能吃，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对很多的一些不是律法约束下的百姓，他要信耶稣，他的标准就先用律法。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得救。那保罗是要跟我们说，我们已经信耶稣了，在这个律法里面，我们已经得到某一种程度的一个自由。那初代教会在主后的33年到313年，就是在君士坦丁他颁布了米兰次令，这个命令就是解除了对基督教的这种破坏。以前基督教是违法的，
可是要把它消灭掉的。但是君士坦丁他颁发了这个命令，就已经确保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它是合法的宗教，它正式的存在，然后这样的这些真理教导就被确立了。那在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异端，比如说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它有一些融合一些其他宗教的色彩在里面，它主张善跟恶，他们甚至说善的源头是一个至高神，那耶稣是这个至高神的使者，耶稣带来的救赎没有在道成肉身里面，那就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耶稣来，他成就了这个真理，他是个光，他就在这个道里面，然后道成了肉身。我就说他是真实的存在，是一个人。基本上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不太承认耶稣他是个肉体的肉身那还有一个幻影说，就是耶稣只是一个影子来到世上。那这个都是耶稣已经复活之后的事情，所以有这些学说影响了当时候的初代教会。这只是异端的其中2个，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希腊的哲学等等这些学派都一直在教会里面，就搅乱了使徒的教导，让他们的教导没有办法让这些信徒能够深入得到。那甚至诺斯底主义说，你要得救你是一个蒙拣选的人才能够得救，然后他们就搬出他们的东西出来，那就是异端了，就是异端，如果不是神的教导，这些就都是异端。那换言说，它也是一个要借着一个神秘的知识，你得救要借着这个神秘的知识。那这2种对当时候的耶稣都有一些误导的教义，那有些就是必须要摒除。那这些都在当时候初代教会就被摒除掉了。异端还有很多。那举例来讲，我们现在不会尊活人是教主，牧师不会说我就是教主。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拯救的。那我们要认识这2个。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5个基本的信念就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都只有这5点。当然知道，就只有单独是圣经，没有第2本圣经。如果有人传了第2本跟基督教很像的，那都不是真理。所以后来有人说唯独就改成唯独，就是读圣经就对了读那个正确的圣经。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会的圣经也跟圣经很像，但是他会把你拉到我们在国度里面聚会。那这个国度是什么？跟耶稣讲的上帝国有一样吗？相信认证的基督徒应该都可以懂。异端就是利用这个偏门，要来吸收这些信心不够坚定的人，或者是你在教会游离，或者是你在教派之间游离的人，不小心就掉入了他们的陷阱。我们知道有些好像前一阵子在教界里面讨论很深的东方闪电，它是一个女的基督，他最后会把他的原型现出来，但是一开始他会都说他们是基督教，他一开始他都说得很模糊，然后让你进来，但最后呢，他亮牌的时候，他就是在高举的一个女基督，他们又称为全能神教会，那他们又新的方式叫新歌教会，在 YouTube 都找得到，他们就一群人穿得很正式很绅士也很淑女就一群人在唱诗歌那这些教导你看的是真的，但其实你掉入了之后，那他亮牌给你了，他们是有一个组织那他们甚至会透过脸书好友就让你加入，那么他们会在他的脸书上面po都是po耶稣的相片，然后也会po圣经，然后让你以为他是基督徒。可是你加入了之后，你发现说，怪怪的。然后特别这些人的名字都是简体字，然后他们都住在国外，
我住在法国啦，住在哪里啊？都很基督教的国家。那如果你有这些朋友的话，你记得把它删掉因为他都常常po耶稣的相片，然后po圣经。以前我也加了好几个，后来有人提醒我，你已经加入了东方闪电的人，记得把它删掉那我就把它删掉那就不会陷入了他们的这种泥沼里面。那求神帮助我们，要有这样警觉的心，知道这个时代能有异端，初代教会的也有异端，异端不是只有古代有，早期有，到现在还是一直有。那东方闪电就是一个自称女基督的人，也自称个全能的神，他要把你带进入他们的国度时代。然后这些信息是违背基督教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保罗的教导跟提醒，这一类的话会让我们远离上帝。那还有这个之前在疫情很轰动，在韩国轰动的新天地教会，其实他已经深入到了台湾，甚至他在报纸上面已经刊登广告。去年就被隔壁的教会说，他们早就在刊登广告，因为现在报纸很少人看所以还好。那你也会，他们也有聚会他们的组织是庞大的。新天地教会它有一个名称叫新天地耶稣教证据的这个账户的圣殿。其实它到最后就是在这个创始人叫李万熙他自称是耶稣转世，是耶稣派来的使者。你只要这2句话你就不用相信，因为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耶稣不会莫名其妙派一个什么先知派一个什么使徒然后再派一个人来到世上来在这个教导我们。他说只有他可以懂得圣经所暗喻的这些事情。那最后是导向个人式的主义跟个人的崇拜。我们也要知道这些荒唐无稽的空谈。保罗也教导提摩太，希望提摩太不要陷入这个荒唐无稽的空谈。我们不会将圣经所启示的教会绝不会超越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并自称谁是先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都要远避。所以今天在加拉太书，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基督的信仰是要破除这些奴仆的捆绑。如果有人要用一种方式让你陷入，那就是把你捆绑。那这个捆绑有可能就是一个异端所用的招式。所以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对吗？加拉太书5章的第1节，他就已经可以知道保罗的想法。那哥林多后书3章17节也跟我们说，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耶稣的灵已经让这个律法可以成全了，让这个律法可以成全。所以这一节经我们看出保罗对割礼的想法，因为基督已释放了我们，叫你得自由，所以我们站立得稳，不要再被这个奴仆的恶给辖制住了，不要让人用割礼来勒索你，来恐吓你，来辖制你。因为那群从耶路撒冷来的基督徒们，就是传递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这种讯息。让保罗明确的表示，是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让信靠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的恩典，是靠着耶稣本身，而不是靠你守割礼。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已经给我们自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天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白白的赐给我们，因为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那主的灵在哪里，那个地方就会有自由。那当圣灵动工的地方，会让这些限制、枷锁跟捆绑都受到突破。犹太人所遵守的律法，不是要辖制人又回到那个奴隶，也是说犹太人他们从当奴隶的埃及，已经进入到了迦南地这种救赎的地方。其实那现在又好像又把你拉回去当奴隶。保罗是要讲这个，所以耶稣来是要让律法得到完整，让人跟上帝的关系更亲密，
因为基督的灵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是透过基督的灵圣灵来得胜。第二，信仰的自由不是条件，不是一个条件。所以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我们更要谨慎，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律法来称义。那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如同这些初代教会这样子的教导，甚至有些融合其他哲学思想在里面，就会搅扰当时候基督徒的生命。那求神帮助我们，这些搅扰就好像要把你拉回去当奴隶一样。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也会遇到一种很像这样的处境。譬如说，有些宗教，他说你要喝什么湖水才能够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消灾解厄，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瑕疵。如果套到现在我们所要面对的很多宗教里面的一些瑕疵，就是在这里。你要花钱去消灾解厄，你要去改运，这些，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这些都是一种风俗。所以割礼就是犹太人他律法中的风俗，保罗是这样子看待。那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受割礼的话，那等于说基督的死就没有这个功劳，就没有这个功效，那有可能就关闭了上帝祝福的门。如果人想要依靠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事、跟物、跟人才可以得救，那等于说不用依靠了基督的恩典。现在的异端其实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所以异端是无孔不入的，而且一直持续的存在，一直持续的存在，所以我们要能够小心谨慎。我想我们的长老教会从宗教改革以后这样确立。我们从改革中一直走向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的长老会是正统的，是纯正的信仰。那我相信很多教派它也是纯正的，它也是纯正的。所以我们要能够懂得去分辨这些。那最后保罗说从仁爱所发出的信心，那才是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救恩因着圣灵的运行在人的身上。产生了一个功效，因为圣灵的大能也必须要透过我们坚定的信心跟相信，再从爱心里面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跟犹太主义的人，犹太主义之间不同，就是我们基督徒是靠着圣灵，靠着信心等候盼望，但是犹太主义的人，他们是靠着自己守律法，凭着自己守律法的行为。好像你又回复到这个摩西律法的约束的时代。那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保罗最后在第5章第6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跟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最后又再回到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割礼只是一种的仪式，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在基督徒里面，我们都是自由之人，在真道里面站得稳，必须依靠凭着信心守着盼望，然后从你的内心有仁爱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教会慢慢有些很传统的东西，其实跟割礼一样，你就必须要接受什么才能够成为什么。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在教导里面能够分辨，所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被这个奴仆的恶所辖制，而变成了一个好像你有什么的这些不必要的规范来规范你，但是真正给人的信心是人的生命的能力，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重要的。愿神帮助我们，律法是给人生活的规范，跟生活的一个你的知识、你的规范，但是真正给人的信心是人的生命的能力，也只有用爱心作为出发点，让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被耶稣救赎，被耶稣基督救赎才是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将耶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得着主你给我们各方面的恩赐跟能力，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得到这份救赎，让我们也在爱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彰显，让我们不靠自己，而是靠耶稣基督来成圣得救，帮助我们不受异端的搅扰。我们在知道现今能有许多的异端在吞吃许多信心不坚定的基督徒，让我们也能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分辨，能够明白神你给我们的真理教导，让我们在主你爱的教会里面能够成长，让我们的灵里面能够确信，能够有信心，保守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里面是得自由，让我们的灵不被任何的辖制，这些不正确的教导给辖制。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感谢牧师的正道，感谢主，让我们在灵里面得自由。好，那我们要来唱回应诗《将天敞开》，请兄姐们起立。
请坐。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在我们周报的下方，国语我们来念一遍，请。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接着我们来报告，请翻开我们的周报。本份消息第一点，佳音姐妹8月1日班机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音乐学府报道，展开为期4年的留学生活，愿主眷顾保守。佳音也在我们当中，我们祝福他。第二点，8月7号下个主日，联合礼拜9点举行圣礼典，大家以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席，领受救恩跟活力。第二点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邀请大家阖家出席，蒙主赐福。第三点，8月7号召开小会员请预备心。第四点，韩国3一长老教会第50届暑假短宣主题是向台湾伸出手，线上祷告会8月12号礼拜5晚上8点举行，欢迎兄姐到教会一起参加。再来周3的祷告会，还有周4早上的就是我们有些兄姐到教会来考察圣经的，我们都欢迎大家有空能够继续。那11奉献的部分，请大家还是尊主为大，守主诫命。不明白奉献道理的就乐意奉献。团契消息，儿童主日学儿童营的部分，8月20、21礼拜6礼拜天，那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我们目前招收的儿童是22名，所以还有一些名额，可能是今年有一些疫情的影响，所以那个招生会比较会比较慢一点。那我们就在下一周还是可以接受网络报名。如果说我们那个会友还有可以介绍的，在1年级到6年级的学童，我们欢迎报名参加。那保证金是要缴300元，如果全程参与，那我们就会退费。那同心团契8月7号下个主日礼拜在1楼举行8月份的例会。那我们肢体相通跟教界消息，帮我们自己来看。那请我们牧师来补充报告。那个上一教会原本都是寒暑假会来调整一下。那因为疫情庆祝第3年，还是没有办法成型。有一些的约束还没有办法得到开放，所以他们还是如期的举行，但就是用线上的方式，用在8月12号的礼拜5的晚上8点，那我们的3楼礼拜堂就是开放，到时候你想要来线上去祷告，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来到现场。那连结也会放在群组里面。那8月9号晚上7点半，会跟他们的队员在线上见面，应该会用 Google Meet。那我们之前已经用3、4次用这种方式，在线上见面。那我们已经刚刚台语的礼拜我们有练习了我们的要唱一首祝福的歌提杯有电子这样短。线上的时候聚会，我们就会唱这首歌来祝福他们。他们也会准备一首歌来祝福我们。那我们礼拜2晚上7点半，马上都打开手机，会把连结播在 LINE 上面，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在线上见面。期待明年，明年是可以实体，希望期待，愿神祝福那我们来拍手来谢谢佳音欢送他那明天就要搭飞机去。所以下一次见到他就是明年的暑假
快要明年了，这个时候在6月、6、7月这个时候好，愿神祝福他。我们来唱祝福的诗，耶稣掌权，请我们秋节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